嗨，老师你好，平安，平安，观众朋友食饱未？今仔日咱来这个庆生会，咱看规部，毋知是要共谁庆生对吧？这到底是啥物人生日？遐尼济囡仔遮尼欢喜，来甲因唱歌，遐尼济囡仔我做老师，咱做老师做遐久，敢有遮济囡仔甲咱办庆生？咱想无吼，毋捌吼，嘿啊，做新鲜的哦。所以咱今仔日咱诚特别，咱要来请一对翁仔某，来请一个即个寿星出来。讲吼，因的故事，爱情故事啊，吼，毋领爱情故事哦，因是为台北走到泰国，而且毋是泰国尔，爱走去泰国的什么？泰国的北平，足远的，老师拢毋捌去过，林老师也毋捌去过的吼。咱来看卖啊，咱来欢迎杨老师、李老师。平安，你好。哇，真久无看到，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多谢。真欢喜哦！听讲迄个是20几当前，医生讲活袂活什么半当对咯？半当。即阵吼，哇，已经几啊10当啊！应该20当过去，20当过去，21当啊！21当啊！嘿，这你过生日，搁足健康，而且愈来愈少年。我记我去台北时吼，看伊奇怪，即阵看起来哪会愈来愈少年吼？你是安那会当保养的吼？等下观众朋友爱继续听，继续来哦。对，好。请来特殊的人物啦，有哪捌先出风头的人就对。是，听讲以前是啥物老大的，足老的，做大尾的，做大尾的，是安尼。咱来看卖因的故事啊吼。好，真的哦。老师因即阵是伫青内吼。青内，没参加。听讲以前是食东嘛是讲，听讲杨老师甲李老师吼，较早拢是捌食过毒，结果那就去互人关吧吼，去互掠去关。迄什么监狱那引导的，就是讲换迄间跟换迄间。为什么要食毒有遐尼好吗？是安怎甲会要食毒咧？杨老师要先表达一下吧。我讲国语好了。人家说糊里糊涂做事情哦，是青少年啊，年少无知才会这样。但是我第一次碰这些麻醉药品是在28岁。你问我说为什么要去吃，为什么要去吸？说真的，你试了一次以后，你就被它勾住了。那第一口的时候，真的也是想尝尝看了，就是这一种好奇心啊，试看卖啊，然后接着就没有办法脱身了，就是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拔出来，没有办法脱离那一种，最后或许也是喜欢那种麻醉的感觉。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吃迷幻药。然后喝咳嗽糖浆，吃安眠药，然后又吸安非他命，那最后的话8、9年的时间，我是喝酒，酗酒，那酗酒酗到心脏肿大，血液浓度超标，最后呢，就是因为血液浓度太浓了，所以四肢抽搐，送到医院急救的时候。后来住院嘛，医生就说这个人啊活不过半年了，你们就把他带回去啊。这不好啊，免住院啊，免住院啊，无救啊啦。
尾仔就吼小妹仔送到晨曦会来，就活到即马啦。厉害咯，晨曦会是有魔法的对啊。因为晨曦会内底吼有耶稣啦，有上帝啦。是安尼。我来晨曦会半冬了，我搁见迄个医生啊。医生也奇怪啊，这个人哪会还未死安尼？迄个医生搁同款搁来甲你看安尼，我去甲伊看。你去甲伊看，我去互伊看安尼。对，伊嘛足奇怪。迄阵我毋知影，上帝就教我去我就讲安尼，尾仔我就知影，上帝怜悯我。所以我就信了耶稣，我就好好的留在晨曦会，一直到现在。系啊，所以你若迄个无救的人，较紧来找耶稣。对。个伫晨曦会信耶稣了后，对无？我不止没有死啦，个有一个水某啦，个还有可以带你老师破梗啊！这是等下要讲的是安怎传千里寻爱。嘉玲老师、李老师先来讲，伊有啥物要讲到对无？吼。是，好。伊来看。好。其实我细汉，我是一个迄个人等伫路边的弃婴啦，的囡仔。等于讲，迄时阵，即摆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养父母啦，因甲我抱转来的时阵，其实我大仔还未大咧。妈妈若做妈妈的人，拢应该知影，这囡仔若大仔要大，应该最少要正礼拜过才会大。所以我头前我嘛毋知影，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阮伫咧做庄脚的所在，我是高雄庄脚囡仔。因为迄时阵爸爸妈妈甲我抱转来时阵，因可能会是讲惊对我呵护无够，对我的疼痛无够，所以因阮也真生我。诚溺爱我等于讲，伫咧遮尔侪爱的当中，我嘛毋知影讲我毋是因亲生，所以到我一直到我伫咧厝边头尾听着，迄厝边头尾的老人讲，哇，你是迄个啥物人捡转来迄个哦，我遮大汉啊，其实因也无啥物歹意，毋过当因的话安尼讲安尼表达的时阵，因厝内遐的囡仔嘛会对迄大人安尼讲，有当时有的囡仔个较扑格啦，会来甲我笑啊，伫咧细汉。咱毋捌真理嘛，咱个毋知影通去分辨。初伫个透过遮的话，个伫我的心内做工。有一寡做负面的物件，自我形象，个家己看家己无价值啊。遐个物件个，足深的迄个被气绝，去互人拒绝的遐个感受个入来啊。毋过转来到厝的时阵，咱个毋敢转去问咱的爸仔母，因为咱个怀疑啊，咱的爸仔母遮尔疼痛咱。是安那我是迄个路边捡转来，我应该毋是啊。我刚才毋是石头生出来蹦出来啊，路边捡出来肯定可袂歹。听讲老师，迄个足侪证照呢，这拢是老师哦。我想讲，奇怪，这名哪拢无共呢？这个是较早我拄还未入去关的时阵，尾我就是因为安尼的冲击，所以到国中的时阵。个拄就感觉讲，爸仔母若小可念咱啥，我就感觉讲，恁个是因为我是捡转来，咱毋敢讲我心内个负面，我个是捡转来，所以恁个对我无认同啦，我个伫外口要找朋友的认同个拄好，迄时阵接触到有伫食药的朋友，头先是4强力胶8股啊，尾也搁食安非他命，尾也搁食4盒助吗啡，所以伫咧这过程的当中，就是互家己一步一步行入去毒品的内底，还未入去食药啊，还未食药入去感受的时阵，迄时阵我本来不名叫李丽芬啦，尾因为食药啊，搁卖药啊，入去感受关9年，第1抓关4年，第2抓搁去关5年，斗起来2抓拄啊9年。妈妈迄时阵，真妈妈是已经信主啊。伫咧这1年当中，顶年的8月初8已经信主未信主进前，伊拜一世人遐个插头王遐个偶像伊就是希望讲靠着遐个偶像会当来帮助我对这毒品改名就对啊，所以才甲我改名，对，迄时阵的观念是安尼，毋则会变做李昭伟安尼，
好，是安尼。啊，然后老师伫迄个监狱吼，加油，加油，内面吼，佫真敖呢。这要调酒师，啊，佫有啥物厨师。调酒师是迄时阵要入去甘肃进前伫外口个有去参加去学去培训，啊，迄个伫甘肃内底，因为伊有针对受刑人遐受刑人。啊，有一寡诶培训，希望讲因以后出来了会当和社会会当接轨，所以因伫内底有办做侪迄集训班，会当玩科证照，像讲电脑啊、美发美容啊，佫像查甫甘肃有一寡地格机啊，啥物很足侪迄种证照会当互咱选择，迄阵我个选烘焙，我个去。考到即个烘焙证照，因为爱家己阮也爱做食啦。所以即阵拢做食互囡仔食，因总欢喜。对，上帝早个咧甲咱备班有训练啊，佫有足侪训练诶吼。所以老师其实是伫即个家乐内面进出，家己当做家己厝，安尼。对，过去诶生命是高工，安尼为虾米？为虾米要？若是安尼哦，安尼生活敢是真有趣味啦，真丰富。谁那个会要解毒诶？因为咱爱知影讲食毒诶迄个快感，迄个快感，讲真诶，迄个爽快是足短诶啦。尾呢，当你若讲食调的时阵，迄个痛苦，迄个爽快是无法度堪你所承受的迄个痛苦来成一个正比，迄是无法度去相比的啦。所以尾迄个爽快是一下的时间，毋过咱会为着要迄喙的爽快，咱需要付出全部的生命。伊就敢若我的上帝咧，迄时阵的生命，毒品就是我的上帝，为着伊你爱付出你的尊严，为着伊你爱付出你的时间，为着伊你爱付出你的金钱，为着伊你爱牺牲所有的亲情，为着伊所以这个解毒的部分，等讲当你承受着遮尔大的痛苦的时阵，因为一个食着药的人，伊无食的时阵，伊的身体会有毒瘾，会有毒瘾。再甲伊吹逼迄个艰苦的时阵，咱应该有看过迄个门徒嘛，迄是咧讲着毒品的迄个一个电影，因演的是真的。迄艰苦起来，食着魔鬼，你艰苦起来是会去弄壁，是足无尊严的。对，我有看过啦，我都会见有人用铁链吼去互人说，自由就对啦。对，所以我讲真诶，圣经甲咱讲，迄个格拉森被鬼附迄段经文，其实我每一遍看到迄段经文的时阵，我有一个足深的感受，因为迄个人是用石头在砍自己呀，用石头要伤害家己，伊无感觉。阮食药的人嘛是毒瘾来的时阵，迄个毒瘾起来的时阵，伤害家己，也占住家己拢袂疼，而且伊住伫咧梦内底。住伫咧迄个梦内底，等于讲伊的社群的关系是完全破坏的，伊和人无正常的交往，伊和死人住做伙。一个食药的人的情形，就是大概就像迄种情形，伊的社群的关系、和亲情的关系，是一切完全拢是完全破灭的，完全拢是破坏掉的。而且迄个人，圣经内底伊讲，迄个人伊无穿衫，迄是一种羞耻。迄是一种消极。食药的人嘛毋知影通个见笑。你为着要达到食药的目的，你共招，你共偷，你共拜托跪咧，甲人求，你拢为着毒品，你会愿意放下你一切的尊严，足无尊严的。所以因为伫咧安尼艰苦内底，就一直想要出来，一直想要行出来迄个捆绑，一直想要行出来迄个捆绑，无想要安尼继续落，而且迄内底的挣扎是足痛苦，因为。当你摕着药啊，你骗钱，也是讲迄个厝内人冤家偷摕厝内人的钱，食着药了，你身体迄个毒瘾解决来，你身体爽快，毋过你换落来的魔鬼，迄个仇敌，佮甲你继续藏入来你的意念内底，讲你看你就是遮烂的人，你佮伤害恁兜的人。一方面，伊佮甲你讲，你进毒瘾来，你需要即个毒品来解决你身体，讲最后一遍就好，伊会安尼甲你引诱嘛。
你最后一遍个你即只艰苦，啊，你解决即个问题，身体的毒瘾的问题了，伊就开始去甲你控告。你看你食了就后悔啊。搁遮尔啊济自责啊，所以等于讲一直咧即个恶性循环的内底，做者食药啊人尾也行袂出来。但是老师伊为虾米为台北食到泰北啊？是安那？是安尼泰国的较好食吗？毋是因为因为我90年关到90第二座我90年关到95年，这5年当中，我关出来了。其实我伫个83年，我就入去监所关到87年。啊，上帝怜悯我，伫个83年入去关的隔年，就是84年，我伫个监所内底，我听到福音。啊，上帝伊用伊的方式，互我经历着讲上帝，即位上帝，跟我较早拜的遐个偶像、遐个车头红仔是无共的，即个是真的哦。所以迄时阵84年的时阵，我就伫监所内底，我就归向主啊，我伫个内底我就受洗。啊，毋过迄时阵咱毋捌，咱当作讲啊，我真所信的啊，即个上帝就跟较早我拜遐个偶像共款。啊，我用什么回互你？你个我甲你求啥？你个爱照我的愿，互我。安尼你就是真的。啊，当我求你若无互我，你个毋是真的。所以迄时阵，咱的根基，我的基础无建立伫个上帝的话。啊，毋过咱即马咱知影讲，那个走出去啊。嘿，上帝的话是咱唯一信仰的根基呀。是。啊，迄时阵咱无安尼会看见啊，没有看见啊。好。所以迄个听讲是迄个刘牧师对无？晨曦会老牧师想讲啊，甲你带来泰国，较袂逃走。对啊，嘿啊，所以迄时阵来泰国。嘿，迄时阵伫个监所关出来时阵，搁继续食，顶讲搁甲上帝放袂记啊。90年，90年迄时阵搁咧，顶讲87年出来，到差不多88年就开始搁去抹药啊。为着一段感情啦、失恋啦，啊，搁去摕药来麻醉家己，摕药来麻醉家己，啊，毋过足痛苦诶，足痛苦个，食到90年诶时阵。走来，入去关，一直甲上帝放袂记。90年关到95年，出来的时阵，发觉家己发觉家己讲，我搁对16、17岁、15、16岁开始母食药啊，啊嘛伤害饲我的老爸老母，嘛伤害我家己。啊，毋过我搁已经食到出来95年出来时，我已经30几岁啊，啊，家己人生一个方向基础拢无，我到底要创啥？啊，规去食死。迄时阵就完全放弃家己。啊，差不多伫监所关5年出来，搁食2、3个月时阵，内底一直有一个声，因为我甲上帝袂记，上帝拢无甲我放袂记诶。内底一直有一个声咧甲我讲，23岁，你即世人诶生命来到世间，就是为着食药啊食到死，这个是你生命诶价值吗？意义吗？啊，我个毋甘，我毋是安尼，啊，所以咱个一直挣扎嘛，就讲我无想过要安尼过日子，我诶生命毋是安尼尔。尾啊，上帝个开路，互我去拄着晨曦会的刘明和牧师。啊，伊我拄着我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啊，你即种情形，你个爱入去阮晨曦会解读。啊，毋过迄时阵我无明白啊，因为迄时阵我拄啊伫监所出来2、3个月尔，我个会感觉讲，哈，佮叫我去晨曦会，佮去用管，堪感觉伫啊用管共款。啊，你是咧叫我刷监呢？叫我伫即位刷来即边才关呢？啊，迄时阵咱就感觉足反感的，咱毋知影讲是上帝咧甲咱开路，迄阵的咱毋捌。啊，毋过上帝用伊的爱甲我引带转来，因为伊个透过即个，因为我迄时阵就无愿意，我就讲足济借口，啊，毋过我无甲迄个牧师骗，我嘛足诚恳甲伊讲，我讲啊，我真个欠人钱，我伫监所关出来，我有共借钱，因为我甲朋友借1、2万块去食药啊，未堪人处理。我讲我爱去趁钱啊，我有欠人钱，啊，毋过。我毋知影讲上帝竟然上帝的爱透过即个牧师，透过老牧师啊，甲我显明告诉我，甲我讲伊是安尼啊爱我。伊甲我讲好，啊你欠人钱，你是欠人偌济？我讲牧师啊，我欠人1万。初次见面的牧师竟然甲我讲，啊你若愿意听我的苦劝，莫搁转去高雄，啊愿意照安排啊来晨曦会解读，我为你。甲你还你这1万块的孝。我带一条，迄时阵我无明白啊，无明白上帝的爱。啊，毋过咱伫个保罗的所写的，咱会当看，上帝伫个咱做罪人的时阵，个爱咱啊；上帝伫个咱软弱的时阵，个爱咱啊；上帝伫个咱做伊的冤仇人的时阵，伊个爱咱啊。
嘿，这是我买啊，我较家己豆豆，我迄领想讲，是安那，迄个牧师要来对我，原来是上帝爱透过老牧师甲我显明，讲虽然我遮尔啊软弱，虽然我遮尔啊无听话，也毋过伊嘛是共款爱我，伊要引带我转来，也毋过迄时阵我感动，我个听即个牧师的苦劝，我个安尼从入来甲晨曦会。你来到遮，啊来个，我都留伫遮对无吼？因为是上帝伫泰国。伫泰北个所在吼，设立，因为有一个足侪人，叫做道城啦。讲伫泰北吼，金三角，迄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的。对对，车者倒个所在，啊，食倒个人也足济。毋过，伫即个所在，上帝有设立一个道城，就是晨曦会，目前的晨曦会吼。所以你着愿意留伫遮，然后你要帮衬个仔，而且个熟悉着，因为一生最爱，对无？真正迄痛苦拢白食诶，为诶，即份是真诶，真诶。对，真正感谢上帝。啊，杨老师安尼。对，来遮就是拄着杨老师，毋只留伫遮，今年是第18年，咱嘛毋知影讲上帝啊，咱当阮愿意听上帝诶话诶时阵，咱幕后的祝福。一定比较早情爱搁较大，要享受互咱啦。对，这咱会当另外一集较来讲，恁是安怎熟悉？为虾米要结婚哦？这应该观众朋友都爱听的哦。对哦，这都重要的嘿，后一摆来甲咱分享。对，啊，你就是讲恁即阵你服侍的，就是晨曦会下骹的即个萨姆尔之家，对无？萨姆尔之家。对，啊，这是虾米款的囡仔伫遮？这都是之前都是一些来戒毒的弟兄姐妹带来的孩子。但是这些小孩子呢，他本身他不是吸毒的，他跟着爸爸妈妈来，他们住在这里。但是住在这里，你不能就是给他这样住啊，对不对？他们小孩子你就要给他去学校读书啊。所以晨曦会后来就成立了萨姆尔之家，就专门帮助这些成瘾者的孩子，白天呢就送他们去泰文学校读书，一直帮助到高中毕业。那这里村子里面呢有一个小学，我们就给他读到6年级，就帮助他们读到6年级，那就一直帮助这些小孩子。目前的话有一些点点的转型啊，因为来戒毒的弟兄姐妹年龄也比较低啦，年轻啦，而且也没有带孩子来的那目前的话，就是说你的家庭是单亲或者是比较困苦的，还是跟毒品有关系的，那如果愿意来的，我们就会挑啦，也会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家庭困难啊、单亲啊。跟毒品有关系这样的孩子我们就会接收他们，接收他们。所以近景有那个姐妹之家，我记得姐妹之家也是一个，对，就是成瘾者的女子啦。对，女子。那目前的话是暂停了，童工不够，没有童工陪他们。童工不够哦，观众朋友听到这，你若有感动的欢迎你去甲伊斗相共对无？斗拍手，讲毋是去甲因看尔你若会当去一段时间一个月还一礼拜会当伫遐甲因斗煮饭。还是扫地可以啦，陪孩子们工作尤其陪孩子教导孩子英文或者一些记忆，圣经一些生活技能，或者是说你带一些短片什么，让他们开眼界，这都是对他们有帮助的。因为他们长大以后呢，他们怎么样还是要到社会里面去嘛。我会记我以前拢带人去，有时候我们会有才艺班，他们都很开心陶笛教他们弹琴是唱歌其实这囡仔目前有15个囡仔啦，上细汉的是5岁，上大汉的是19岁啦。上起早拄我来的时阵，即马伫咧遮的囡仔有一个17岁的囡仔，伊是4个月的时阵过来啦。来带到近17岁啦，因姐迄时阵是对因老母是食药，跟我同款背景是一个食药的姊妹，
带即两个囡仔对个缅甸迄边迄边遐过来即边泰国遮解毒的时阵，带即两个来，一个4个月，一个2岁。解毒解了的时阵，伊个处理喏，等讲佫无介坚强啦，佫继续咧食药啊，拢无稳，伊就甲囡仔放伫遮，就无佫负责任遮个囡仔，无甲负责任，即马就是遮个囡仔，就等讲陈思慧就完全照顾因的生活、因的教育，甲这囡仔甲请养大汉，目前这15个囡仔内底有2个，感谢上帝，一个就是即个姐姐，迄时阵2岁来，到近18岁啊。一个就是19岁，迄时阵6岁来，到近19岁啊。因2个家己伫咧遮去经历着上帝的爱，伊知影上帝爱，每一个囡仔拢是足破碎的家庭出来，若毋是食药的家庭，就是酗酒的家庭，拢毋是正常的家庭。其实每一个生命内底，有的囡仔是食甲一个了无的囡仔是食甲因老爸要甲伊拖去迄科学，拖去迄 KK 园区迄种啊，要甲卖掉，要甲卖伊的挂伊的器官啦。因一个亲戚知影这状况，爸爸食药食到要甲2个兄弟甲摕去挂器官，当甲即2个囡仔佮抢救出来，甲带来泰国。毋过即2个囡仔对伫食毒的老爸身躯边已经有偏差，哥哥已经迄时阵来时阵12、13岁嘛，迄个老爸带去食药啊。即个了无，即个囡仔迄时阵来时阵是6岁，即马8岁啊。迄时阵带来时阵，即个6岁的囡仔是一手搬酒干啊，一手食薰。咱想看卖台湾的环境，还是讲其他所在环境，6岁的囡仔咧创啥？毋过因这安尼家庭出来的囡仔，6岁的囡仔竟然是咧酗酒，是咧食薰。6岁啊？6岁。而且佫有性偏差，等讲迄个大人家带到迄有一点性偏差，会去对一寡同年龄的查某囡仔做一寡猥亵的动作，因为伊毋捌，伊去互人安尼甲伊影响着。伊的生活的环境是安尼，所以无等讲这内底15个囡仔，每一个囡仔的家庭拢是足破碎的，每一个囡仔的家庭拢是足破碎。像这我很多讲，这个18岁、佮19岁这2个囡仔，因自6岁过来，自2岁过来，因家己去经历着上帝安怎甲因扶持，上帝甲因爱，所以呢，伊家己就有感动，甲我讲阿伟姐啊，因为无叫我老师啦。因为迄时阵等讲我是和因做伙成长起来。我迄阵咧解毒的时阵，这个4岁，这个2岁的囡仔，佮4个月的囡仔，伊嘛对因老母伫遮解毒，因母也跟我做伙解毒啊。所以伊嘛看着我经过解毒的迄个阶段。所以迄时阵我毋是老师，因就叫我阿伟姐啊，阿伟姐。因为到今我做老师，迄个关系伫的，伊嘛叫我阿伟姐啊。所以因为个带较久的，因就叫我阿伟姐，讲阿伟姐啊。我想要留伫遮，上帝帮助我，我嘛想要留伫遮，我嘛要献身予上帝，我嘛要来帮助后壁来遮的弟弟妹妹。我讲好啊，安尼咱就来装备。所以即摆有一个18岁，佮一个19岁的查囡仔，因拢互上帝爱感动，继续已经读册毕业啊。上帝透过陈思慧甲因栽培毕业，因即摆已经去读新学院。咧开始全时间的装备好，伊就要转来遮全时间的防晒。恁伫遐规啊档的防晒拢有成果啊吼！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若是安尼，敢有需要讲外口毋知影恁的状况的人，要怎样来帮衬，还是讲关心，还是讲我听了遮有真大的感动，还是讲有人共款有感动。要安怎帮衬？用什么办法？是，咱看到这个这个是台北陈思慧因有用一个 Facebook 对无咱有看到这个码观众朋友，你会当扫码去因的 Facebook， 来看因联络对无老师？其实是会当透过 Facebook 甲阮联系，嘛会当，其实总讲若有需要。台北，我会感觉讲，若有需要，真正要来支持陈思慧遮的工作，包括遮的囡仔，其实咱会当透过我等下，我互恁一个即个陈思慧的基金会，伊的泰国的迄个口罩啦，对啊，因为遐有一个记录阮会正式的迄个连号的数据，互恁安尼可能较正式、较清楚，佮愈好。嘿，安尼。好，对，你若要互，你迄个基金会，基金会迄个口罩安尼，基金会是陈思慧啊，陈思慧基金会，注明要互
著名要萨摩尔之家，嘿，也是讲要互这个大人的承引者，因为咱爱知影讲晨曦会今年，我嘛欢迎大家来一起做伙来见证12月14号见证这个晨曦会国际晨曦会40年。这40年来，上帝无互阮的衫裤穿破去，无互阮的鞋穿破去。上帝供应一切，无对大人，嘛无对这囡仔收任何1块银的费用，拢是上帝这40年家己供应。这个囡仔也是大人，因来这解读，也是这个囡仔安置伫咧遮。哦，因的食穿，因的教育，全部拢是上帝晨曦会甲因供应，拢无收到一角银。啊，这个机构，这个基金会今年第40年，所以伫咧12月14的时阵，有一个感恩，有一个感恩，咱也希望讲咱大家若有缘，咱三角做伙来见证上帝恩典遮尔啊大。伫台北啊，伫迄个晨曦会，台北晨曦会。台北晨曦会12月14号，若台湾的晨曦会嘛，今年嘛是第40年，10月份，10月份哦，好哦，要有新要联络的人会当留言吼，互阮吼。老师听讲恁即阵吼有人奉献一块地伫美彰哦，因为你即阵住伫青濑吼，遐阮伫咧山区。可能较无方便，老师吼讲为透早接囡仔、放囡仔、放幼稚园啊吼，过后啊来过对啊来放了，爱搁去甲因接吼，非常的麻烦吼。对啊，因为即马囡仔，阮住伫咧山区遮，囡仔要受教育，阮来回爱驶42公里的路程。来回驶22公里的路程，囡仔要受教育，安尼出入嘛毋是介方便。而且呢，因为阮当中嘛有一个囡仔，伊是迄个唐氏症的囡仔大卫，阮有去问到一间特别是特殊的囡仔的教育的专门学校啦，毋过路程伤过长，伤过远，阮无法度讲伫咧山区遮为着送一个囡仔走出走去，其他的囡仔我个无法度接送，所以到即马9岁啊，10月3月份到10月。搁无法度送伊去读册，嘛感谢上帝陪伴。即马透过一个爱上帝的人，伊捐一块地伫咧美彰，就伫咧市区内底。捐一块地要互晨曦会，互萨摩尔之家的囡仔用。阮个会当甲囡仔刷落迄个市区，互这个囡仔，包括迄个唐氏症的囡仔会当好好来受教育。毋过即马阮所需要的虽然有一块地，毋过房舍的部分，搁无顶讲无够通去用，爱搁增建。爱增建房舍，所以个有即个需要，咱有听到的弟兄姊妹个，甲咱祈祷纪念，来做伙来帮助即个囡仔。要420万啊吼，听众朋友，你若有相同的人会当联络哦。这是老师吼，因感觉讲即本是真正的自由，其实我感觉因无自由。因为老师我甲你讲哦，因吼为下早5点起床，来煮饭，来去送囡仔，来传下昼，来去买菜，来炖，搁送伊去补习，即阵转来搁传读经哦，来下阳搁啥物做传道，传道小组，小组传囡仔。无因气气，为虾米恁讲这是自由诶？因为阮毋免搁互遐个罪恶甲阮捆绑啊，阮伫咧上帝爱内底得到自由，伫咧上帝诶囝主耶稣内底得到真正诶自由啊！真好，真欢喜！今仔日就会当遇到两个足自由的人哦。感谢上帝！来去互毒品吼，迄捆绑对吧？白条的人会当来向因联络吼。这条讨绑。问因安怎讨绑的吼，会当有一个望观众朋友爱家己饲一个赞，今仔日足侪人来关心的哦，你有看到？感谢主啊嘛，多谢每一个祝福，多谢每一个祝福上吼，谢谢，感谢上帝，安尼共款吼，咱后一摆吼，希望会当。后礼拜咱要请晨曦会的牧师吼，再来甲咱讲较详细晨曦会就太棒的时间，吼，好，安尼同一个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2点10分个
做伙来讲故事，今仔日真欢喜，嘛真感动吼，真感谢老师吼，会当来甲阮足无用的时，佫会当拨时间互阮分享。真欢喜会当去到恁的邀请，最后有一段迄个囡仔笑的歌吼，虽然今仔时间有一点仔济，但是吼，互大家听一下吼，囡仔人笑因真好听的歌声是用泰舞对吧？泰国话笑的但是因为阮有一下技术困难，所以阮是用手机录的吼。大家吼听看卖吼，安尼今仔直接甲大家讲再会，多谢，观众朋友，再会。这些孩子，有些孩子是戒毒人的孩子，有些人是孤儿寡母。萨摩尔之家目前有14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是上帝透过我先生来陪伴、照顾、牧养。那这些孩子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他们的故事。这个囡仔就14个囡仔，即马15个，就是跳好拄完后跳歌，因拢会读圣经吼，逐礼拜、逐工吼，早起来下暗吼，圣经才咱读。这就是阮老师。这个金三奖。最大毒窟咯。讲遐拢禁毒品的足侪吼，所以恁兜你钱袂使无食的。所以嘛足侪缅甸的人。这个囡仔讲做家庭吼，大细就是刘牧师、刘明和牧师。刘明和牧师。这个就是元素。4个月了。我伫萨摩尔之家内面，下课，这就是大卫。大家囡仔拢做认真的，明白上帝吼。所以欢迎大家甲因关心，大家奉献。